歡迎來到 HR3878嘅頻道，記得訂閱同 like 嚟支持我哋啊！自從空氣市開放環保閣及綠坑地區後，多條來往行池碼頭及環保閣嘅路線開辦，但呢啲路線無一經過醫院及工廠內街。由呢啲地方前往環保閣就必須行出碼頭或者轉車。究竟由行池醫院去環保閣泳灘，行幾分鐘出大路搭經綠坑嘅 27T， 搭 22T 到火車站轉直達環保閣嘅小巴36，定坐直達東曹灣嘅 39C 轉26快啲呢？就等我哋一決雌雄啦！嚟到總結嘅時候，其實3種方法都差唔到時間到達，今次可以話係打和。先講下 22T 轉36，個人認為呢個方法最好，轉車嘅月台唔使行好遠，而且36班次頻密之餘一站直達綠坑，10分鐘唔使就可以到環報角，10蚊亦唔算離譜。唯獨 22T 非繁忙時間班次的確熟絡咗啲。
相信隨着哈一獲批營辦，前往火車站時間縮短，情況會有好轉。之後講下 27T， 雖然一程直達之餘班次頻密，但兜綠坑同要行2分鐘出大路都真係幾唔方便。今次測試起點同終點都唔係佢主力服務範圍，所以輸咗都係情有可原嘅。最後係 39C 轉26，之所以諗到呢個方法，係因為 39C 能夠8分鐘直達東槽灣，但始終兜東槽灣道用時長，所以就算26出貓用繁忙時間唔經綠坑班次，仍然慘敗收場。以下係空氣使工人黨嘅廣告，炎炎夏日，相信各位車長揸車都辛苦啦。本黨接獲報料，某小巴公司涉嫌虐待員工，要求員工長時間疲勞駕駛，導致東槽灣巴士與小巴相撞。該小巴司機接受訪問後指自己被小巴公司要求24小時揸車載客，而空氣使運輸局就事件表示高度關注，並考慮替換小巴營辦商。本黨一直致力於改善工人福利，嚟緊嘅選舉記得投我哋一票，多謝各位。